各位朋友大家好，今日我来介绍嘅两个呢，系来谈一种昆虫一种昆虫，系天机两只脚嘅降啊降，两只脚嘅降啊降，大鼓吹踢日间房，大鼓吹踢日间房，新年一点风花酒。新年一点风花酒，巴掌一落见阎王，巴掌一落见阎王。哎呀，这个七个字的句子蛮好听的。改到哈，两只脚的讲啊讲，大鼓吹踢日间房，新年一点风花酒，巴掌一落见阎王。哈。同一种昆虫其实同后团也大概那样门内啦门内蚊子门内一个量几个脚讲啊讲的喂几个拽嘛拽从人家吹唢呐有没有？那个它的嘴有点像唢呐的样子，叫它吹它就吹唢呐用大鼓吹踏日间房进房间了，生意一点风花酒就吸人的血，巴掌一刀见阎王，被人家巴掌一打下去就去见阎王了也就会给你来团呢，两耳朵门内